遲啊！你以為入去賭場係搏個未來，定係你由頭到尾都只係一嚟入咗鑊嘅魚肉，成為人哋精密收割系統入面嘅一點養分，坐喺度摸住個荷包，望住台面嗰粒骰仔轉緊，心諗住今晚可能翻本，可能發達，可能人生從此改寫，而喎。但係我而家同你講句真心話，你由踏入去嗰一刻開始，已經唔係玩家，你係食材，人哋唔係請你嚟玩嘅，請你嚟被玩嘅。呢個世界最恐怖嘅地方，唔係戰場，唔係亂撞江，係嗰啲金碧輝煌、燈光柔和、音樂悅耳、笑面迎人嘅地方。因為呢啲地方嘅設計目的只有一個：收割。點解世界上會有啲地方天生就係為咗收割而存在？你去雲頂、去澳門、去拉斯維加斯，而個名聽落去都係財神爺嘅代言人，金光閃閃、五光十色。但你有冇諗過呢啲金碧輝煌背後，是話其實堆積咗幾多個家庭嘅眼淚同哀號，幾多個老豆輸到走佬，幾多個仔女因為屋企破產而輟學，幾多段婚姻因為一鋪清袋而分崩離析。呢啲數字係唔會寫喺酒店嘅宣傳單張嗰度嘅，人哋淨係會話你聽，今晚有明星表演，今晚有自助餐任食，今晚仲有幸運大抽獎。但冇人會話你知呢個地方喺設計初期已經計算咗你會輸幾多，和會喺度留幾耐，會俾人吸走幾多陽氣。講到呢度就一定要提翻雲頂呢個傳奇。雲頂嘅創辦人林梧桐，似1937年一個人揸住一個信念走入一片荒山野嶺，嗰陣時嗰個地方乜都冇得翻，雲霧繚繞，山勢崎嶇，這和連條像樣嘅路都冇換咗。係你我見到咁嘅荒山，第一反應梗係轉頭走人啦，邊有心機喺度諗生意經？但林梧桐唔係普通人，佢背後請咗風水大師睇局，睇完之後，大師話呢度係塊老虎地，即係話呢座山嘅地形地勢天生帶住一種捕獵嘅氣場，係老虎盤踞伺機而動嘅格局。老虎點捕獵？唔會周圍走去追獵物，佢會匿埋觀察，等獵物自己行入嚟，他嘅埋伏範圍，然後一擊即中。呢個老虎地嘅風水局就係雲頂賭場成個佈局嘅根基。唔係人主動去揾錢，係錢同運自動行入嚟俾人食，而你就係嗰隻自己行入嚟嘅獵物。而呢個老虎地局唔係得個講字咁簡單，佢有一連串精密到令你毛骨悚然嘅殺招，一層一層咁削弱你嘅運勢。你哋行到台面前，已經係一個氣場散晒、判斷力歸零嘅空殼。第一層殺招就係嗰條全長3.2公里嘅纜車。和你有冇諗過點解去雲頂一定要坐纜車先上到去？呢個安排睇落好似純粹係方便遊客慳翻啲揸車上山嘅時間，陣夜又可以順便睇下風景，好似幾貼心咁。但你今日聽我講，就要打破呢個幻覺。喺傳統風水學入面，個人嘅氣場、運勢、判斷力，好大程度上係要腳踏實地先可以保持穩定。你雙腳踩喺泥土上面，你嘅磁場、能量場係有連結嘅。呢種連結會俾你一種安全感，一種清醒嘅判斷力。但當你坐上纜車嗰一刻，其實雙腳離開咗地面，懸浮喺半空，你嘅氣場已經開始飄忽唔定。
嘅，加上纜車行駛嗰陣嘅晃動、高度帶嚟嘅輕微眩暈感、雲霧繚繞嘅視覺衝擊嘅身體同精神狀態，其實已經悄悄咁進入咗一種失根嘅狀態。乜嘢叫失根？即係你嘅判斷力、你嘅警覺性、你對風險嘅計算能力，喺你自己都未察覺嘅情況底下，已經俾人削弱咗一半。自己只係去咗一個景點打咗個卡，實情係你嘅心理防線喺呢3.2公里嘅航程入面，已經俾人不知不覺咁拆咗一半城牆。仲未算，喺你正式踏入賭場入面之前，仲有第2重陷阱等緊你，就係路邊嗰啲芭蕉樹同原住民雕像。你可能覺得種棵蕉樹得閒事啫，有咩問題？但你要知喺廣東話同中文嘅諧音文化入面，蕉呢個字同招係同音嘅。呢個招字對莊家嚟講係招財，係佢哋催旺財運、吸納四方財氣嘅象徵。但對你嚟講，呢個字就變咗中招。你行入去嗰一刻，已經係俾人設咗局，等緊你自己撞入嚟。仲有嗰啲原住民風格嘅雕像，你有冇留意過佢哋手持嘅武器、佢哋嘅面向、佢哋擺放嘅位置？呢啲雕像絕對唔係為咗美觀先擺，佢哋嘅武器指向佢哋嘅殺氣同壓迫感，全部都經過精密計算，指向遊客進場嘅方向。呢種殺氣唔係得個樣咁簡單，佢會直接衝擊你行經嗰段路嘅氣場，令你不自覺咁感受到一種緊張、興奮、亢奮嘅情緒波動。呢種情緒波動正正就係賭場最想你有嘅狀態，因為一個人喺興奮、緊張、亢奮嘅情緒底下，理性判斷力係會大幅下降嘅，你會更加傾向於衝動落注、追加注碼，唔理會風險。你今日可能仲覺得呢啲淨係風水學上嘅講法啫，未必真係咁誇張。學和，但我而家問你一句，如果我話你知賭場唔單止喺風水佈局上面計算緊你，佢仲喺你大腦入面嘅化學物質度計埋一份，你又會點諗？嗰種種燈光嘅頻率，嗰種種背景音樂嘅節奏，嗰種空氣入面若隱若現嘅香氣，全部都係經過精密設計嘅，目的係刺激你腦入面分泌多巴胺，令你上癮，令你唔捨得走。你以為自己坐喺台面前係憑實力搏殺，實情你已經俾人由踏入停車場嗰一刻開始，一步一步咁拆晒你嘅心理防線，削弱晒你嘅判斷力，精密嘅生理化學操控喺後面等緊你。你話你係嚟搏未來，定係你根本由頭到尾都只係一例早已俾人計算好送入鑊嘅魚肉？呢個世界最殘忍嘅地方就係佢唔會用刀用槍嚟搶你嘅錢，佢用嘅係心理學、風水學、行為經濟學，仲有你自己都唔知道嘅貪念同僥倖心理。場仗，你由未落飛機、未行入賭場大門嗰一刻，其實已經輸咗一半。你以為你有得揀，你以為你可以隨時抽身而退，但事實上人哋早就喺你踏出嗰一步之前，已經幫你寫好晒劇本，你淨係負責照住劇本演落去，然後附抄。聽完呢啲朕和，你可能覺得只係風水，未必信咁多。但如果我話你知，賭場連你大腦入面嘅化學物質都計埋一份呢，和你嘅興奮、你嘅緊張、你嘅僥倖心理，
全部都係人哋精心設計出嚟嘅收割工具，想喺呢場人生賭局入面保持清醒，其實唔想連底褲都輸埋，即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撳埋個細鐘。下一部分我會帶你深入賭場內部，喐下睇下嗰個傳說中嘅吸血蝙蝠嗰陣，究竟係點樣一步一步咁乾晒你個荷包，等你連自己幾時輸清光都唔知道。你以為賭場裝修得金碧輝煌，樓底高，水晶燈吊到閃到你眼瞓，淨係為咗俾你影相打卡咁簡單？定係你根本一入到去就已經俾人放喺一個倒扣嘅鑊入面，落緊火，慢慢煮緊你？上一集我同你講咗風水局點樣由踏入停車場嗰一刻開始拆你嘅氣場。今日呢集我要帶你行深一層，睇下賭場入面藏住嘅到底係咩玩意？你以為你面對嘅只係一班荷官、一枱麻雀、一部老虎機？唔係，你面對緊嘅經歷過精密計算嘅神經科學戰爭，敵人唔單止喺明處收你錢，仲喺你自己個腦入面嗰度做緊手腳。先講雲頂7樓嗰個佈局，你以為7呢個數字得個吉利講法？喺賭場嘅設計邏輯入面，7呢個數字嘅形狀本身就係一個倒鈎。你細心諗下，7字點寫？一橫加一撇，成個形好似一個魚鈎，又好似一個問號嘅骨架。和呢個倒鈎形狀嘅意象喺風水佈局入面，代表住一個勾字，勾你嘅魂，勾你嘅魄，最重要係勾住你個荷包唔放。自己揀7樓玩係因為風景好，位置方便，其實係人哋刻意將個勾擺喺嗰度，等你自己走上去俾佢勾住。仲有嗰個天花板，你有冇留意過？好多賭場嘅主廳天花成日都係圓拱形設計，成個弧度好似一個倒轉嗰個鑊蓋咁款。你有冇諗過點解要咁樣起？呢個絕對唔係為咗美觀，係一個徹頭徹尾嘅風水陷阱。倒扣嘅鑊蓋，地下埋藏嘅火，即係嗰啲永遠亮住嘅燈光，嗰啲永遠運轉緊嘅機器熱能，嗰啲人流聚集產生嘅陽氣，成個空間就形成咗一個鑊蓋，扣住下面燒火嘅格局。你行入去嗰一刻，其實就好似一泥肉俾人擺咗入個鑊入面，鑊蓋一扣，慢火一開，你就開始被溫水煮青蛙。和你唔會即刻感受到痛楚，你只會覺得越坐越舒服，越玩越唔捨得走，因為你嘅意識完全被呢個溫柔嘅煮法麻醉咗。等到你發現自己俾人煮熟嗰陣，你已經輸到見底。講到呢度，你有冇諗過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點解賭場永遠冇窗和永遠見唔到1個鐘？呢個唔係疏忽，係刻意。當你身處一個恆溫高含氧量嘅密封環境入面，和你嘅大腦會長期處於一種亢奮狀態，因為空氣入面氧氣濃度經過調校，令你精神保持一種輕微興奮嘅狀態，唔會攰和唔會眼瞓。你可以連續坐幾個鐘都唔覺攰，但同一時間你完全失去咗時間感。你唔知道而家係朝早定夜晚，心理學和你唔知道自己入嚟咗2個鐘定6個鐘，你嘅生理時鐘完全俾人打亂晒。失去時間感係令你失去判斷力嘅第一步。夜人喺唔知時間流逝嘅情況下，係最容易做出衝動決定嘅。
因為你冇咗一個外在嘅參照物提醒你夠鐘走啦，今日玩得太耐啦，你以為自己坐咗一陣遲，其實你已經坐咗成個下晝。除咗光線同空氣，仲有一樣你完全意識唔到嘅武器——香薰。有冇留意過賭場入面成日飄住一陣若有若無嘅香氣？呢啲香薰配方絕對唔係隨便噴㗎，係經過精密調配嘅，係激發人腦入面一種虛幻嘅豪情壯志，令你覺得自己特別有信心，特別有霸氣，特別覺得今鋪一定贏。種嗅覺刺激會直接影響你嘅邊緣系統，令你風險控制嘅防線徹底崩潰。你原本理性上知道呢鋪唔應該落咁大注，但喺呢種香氣嘅催眠底下，你嘅理性聲音會越嚟越細，取而代之嘅係一種盲目嘅自信心，覺得自己今晚天選之人，淨翻本有望。講到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你喺賭場見過最離譜嘅佈局係點㗎？者你曾經覺得邊個地方學邪門到不得了，成間屋企或者間鋪頭俾你行入去，有種毛管肯嘅感覺。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嘅經歷嘛，我哋一齊拆解睇下背後有咩風水或者心理學嘅玄機。講完環境同氣味嘅操控，就一定要講到最核心嘅一環——貨幣代幣化。你有冇諗過點解入到賭場一定要換籌碼，唔可以直接用現金落注？表面上呢個安排係為咗方便管理，防止造假，但背後真正嘅目的係要削弱你對金錢呢個概念嘅痛感。現金係錢，淨係一件道具。當你手持一疊真金白銀嘅現鈔，你潛意識入面會有一種實在嘅重量感，你會清楚知道呢啲係你老婆仔女嘅生活費，係你捱更抵夜賺翻嚟嘅血汗錢。但當呢啲現金換咗成一粒粒五顏六色、輕飄飄嘅塑膠籌碼，你嘅大腦就會不自覺咁將呢啲籌碼降格為二世呆幣。輸掉10個籌碼嘅痛苦感，遠遠細過輸掉1萬蚊現金嘅痛苦感。你會發現自己推籌碼落台嗰陣，手一啲都唔震嘅。但如果叫你直接攞10張紅衫魚出嚟撕爛，你嗰種心痛感一定即刻爆發。呢個貨幣代幣化嘅設計，就係要令你嘅財富痛感麻痹，等你可以以毫無顧忌咁一直推，而所有呢啲環境操控加埋一齊，最終指向嘅係一個終極武器——多巴胺陷阱。你贏錢嗰一瞬間，個腦會釋放出高濃度嘅多巴胺，呢種化學物質帶嚟嘅快感，吸毒者攝入毒品嗰一刻嘅快感，喺神經反應層面上幾乎係一模一樣。呢種爽快感會令你不斷追逐嗰一種贏嘅感覺。你會唔記得自己已經輸咗幾多鋪？你淨係記得嗰一鋪贏錢嗰種暈塗塗嘅快感，然後你會不斷落注，希望重現嗰種感覺。結果就係越輸越多，越多越想追。仲有一樣更加陰毒嘅機制，叫做間歇性強化。點解你輸9次贏1次？會令你覺得自己又有機啦，甚至覺得自己嘅運氣即將要爆發。呢個唔係你嘅錯覺。人類心理學上一個經過反覆實驗驗證，世界上最強大嘅成癮機制。如果你每一鋪都輸，你好快就會放棄，因為冇希望。但係如果你輸9次之後突然贏1次，
呢種不規則、唔可預測嘅獎勵模式，會令你嘅大腦產生一種強烈嘅期待感，和你會覺得下一鋪或者下鋪個好運隨時會再嚟。呢種心理機制同老鼠實驗入面嘅拉桿實驗一模一樣。老鼠寧願不斷拉桿追逐一個不確定嘅獎勵，都唔會滿足於一個穩定但細嘅回報。你今日輸到剩翻底褲，都仲相信自己遲下一鋪就會翻本，就係因為你嘅腦已經俾呢個間歇性強化機制綁架咗。你而家應該明白，你面對嘅根本唔係一場公平嘅博弈場，由風水佈局、環境、心理學、神經科學三重夾擊嘅圍剿戰。你贏嘅每一鋪，其實都只係人哋計算好嘅友誼，等你落更大嘅注，輸得更加心甘情願。想真正睇穿呢個系統，唔想連自己幾時輸清光都唔知道，記得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個細鐘開埋通知。下一集我會拆解荷官同莊家嗰套讀心操控術，睇下佢哋點樣單憑你嘅眼神同手勢，就已經計算晒你嘅底牌同心理狀態。你估你喺賭場入面見過嘅嗰啲面孔，個個都係普通人，偶然嚟玩你認真睇真啲，就會發現佢哋每一個嘅表情，每一個嘅小動作，其實都已經寫晒我已經輸緊命呢5隻字喺塊面度。今日呢一集，我唔講風水，唔講神經科學，我要同你講返最赤裸、最真實嘅人性。做咗咁多年觀察，我可以話你知，一個爛賭鬼喺你行埋去，距離佢3步之內，你已經睇得出呢啲特徵唔係我作出嚟你經年累月喺賭場入面沉澱出嚟嘅活生生案例。第一個特徵就係神情緊張到不成人形。你見到嗰啲人坐喺台面前，和個樣好似隨時會爆血管咁，眼神死實實盯住台面嗰粒骰仔，成個人繃緊到連呼吸都變咗急促，心裏咪和。呢種緊張唔單止喺個樣度睇得出，仲會反映喺身體嘅小動作入面。好多人會不自覺咁不停搓鼻，好似鼻哥等住蚊咁和。其實佢係喺度做緊一個心理性焦慮軀體化嘅動作，即係話個人心理壓力大到爆煲，個身體要揾個方法去釋放。仲有啲人手會震，攞緊籌碼嗰陣隻手明顯係唔受控咁震緊。你問佢凍咩？佢話唔凍，但佢自己都控制唔到隻手。和呢種身體反應就係大腦入面嗰種極度亢奮同極度恐懼夾埋一齊嘅生理表徵。你有冇留意過？啲爛賭鬼成日都會不停催促荷官，快啲啦，快啲派牌啦，唔好咁慢啦，快手啲啦，大佬。惡和，你以為佢哋淨係心急想知結果？唔係，背後嘅心理機制遠遠複雜得多。佢哋要用速度嚟麻痹自己嘅理性思維。你諗下，如果荷官派牌派得慢，中間有個10秒、8秒嘅空隙，人嘅理性就會有機會殺翻個彎。你個腦會有一剎那清醒翻，似諗翻我今晚係咪輸得太多啦？我係咪應該收手啦？呢種清醒係爛賭鬼最驚嘅嘢，因為一旦理性回歸，太學和，佢哋就要面對現實，要面對自己嗰個荷包已經穿晒窿嘅事實，所以佢哋寧願不停催促，不停加快節奏，等自己一直處於一種近乎盲目嘅高速運轉狀態，唔俾自己有半
秒鐘停低諗嘢嘅空間，速度就係佢哋麻痹理性嘅麻醉藥嚟喎。講完緊張同催促，就一定要講埋迷信呢個環節。你有冇見過嗰啲人成個月都着同一件衫嚟賭場，或者堅持要坐翻嗰個位？嫌和。如果嗰個位俾人坐咗，佢寧願喺度企到有位先落座，都唔願意坐第二個位。仲有啲人成日袋住個樹熊公仔，或者一條紅繩，或者一個玉牌，話呢啲係佢嘅幸運物。呢啲行為睇落好荒謬，但其實背後有一個好深層嘅心理學解釋。當一個人身處喺一個完全失控嘅環境入面，佢輸唔輸、贏唔贏，心理學和完全唔受自己控制，純粹係機率同莊家設計嘅系統決定。人嘅大腦為咗保護自己嘅精神狀態唔崩潰，就會強行製造一種掌控感嘅假象，着同一件衫，坐同一個位，帶同一件物品。呢啲重複性動作會俾大腦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好似仲有啲嘢係可以控制、可以決定嘅。呢種掌控感假象其實係大腦喺極度無助狀態底下嘅一種自我安慰機制。但同時亦都係一種自我欺騙。你以為自己着幸運衫就會贏，其實骰仔點數同你件衫顏色一啲關係都冇一樣。更加恐怖嘅心理現象叫做選擇性記憶。你有冇留意過？好多人贏咗1000蚊，可以講足1年，就講嗰次我喺雲頂贏咗成1000蚊啊！講到眉飛色舞，但輸咗10萬蚊嗰次呢，佢哋會輕描淡寫話輸咗少少啫。你話呢個係咪好離譜？10萬蚊叫少少，1000蚊就要講足1年。呢個唔係佢哋刻意呃你，佢哋自己嘅大腦已經自動幫佢哋美化咗段記憶。人類大腦有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會傾向於強化正面回憶，淡化負面回憶，應和。尤其係當呢啲負面回憶會直接打擊到自尊心同自我形象嘅時候，輸10萬蚊呢件事，如果認真面對，只學和代表緊自己判斷力有問題，代表緊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嘅行為，呢個係好難接受嘅現實嘅。所以大腦就自動幫你 soft focus 咗呢段記憶，淡化佢嘅嚴重性，然後放大嗰次贏1000蚊嘅光輝時刻，長此以往，和呢個人會喺自己嘅記憶入面建構出一個扭曲嘅版本，令佢真心相信自己總體嚟講仲係贏緊，於是佢會繼續賭落去。因為佢個腦已經幫佢編織咗一個我係贏家嘅虛假故事。講到呢度就一定要提翻雲頂側邊嗰座出晒名嘅爛尾樓彩雲閣。你有冇去過雲頂？抬起頭望下側邊，會見到有一座樓，成座樓發晒黑窗都爛晒，成10幾20年都冇人拆冇人收。你可能覺得咁大財團點會連拆一座爛尾樓嘅錢都冇？錢嘅問題。根據風水大師嘅講法，彩雲閣呢座樓其實係整個雲頂佈局入面一個極之關鍵嘅設計。佢係整個老虎地煞氣局嘅排泄口。你診下，成個雲頂每日吸納住幾千幾萬人嘅怨氣、憤怒、絕望、悔恨，呢啲極度負面嘅情緒能量日積月累則和。如果冇一個地方去疏導同儲存，成個風水局就會反噬翻個設計者自己。所以彩雲閣嘅存在就係專門用嚟儲存呢啲賭徒嘅負面能量。
成座樓陰氣極重，先會咁多年都冇人敢入去，冇人敢拆佢。你話呢個係咪聽落好毛骨悚然？但你細心診一個成日輸錢輸到傾家蕩產嘅人，佢喺賭桌前面爆發出嚟嘅嗰種絕望同憤怒，你話會唔會喺個空間入面留低啲乜嘢？我唔敢話一定係鬼神之說設禍，但我可以話你知，呢種殺氣排泄口嘅設計思維，正正反映咗呢啲收割系統嘅設計者，連負能量都計算埋一份，仔何？你話佢哋有幾狠？講到呢度，我諗好多朋友都開始明白呢個世界上所有嘅商業騙局，佢嘅底層邏輯其實係萬變不離其宗嘅，就係利用人性弱點去掠奪你嘅財富。你想唔想知道？喺呢啲精心設計嘅收割系統入面，究竟有冇方法可以揾到真正屬於椰子嘅財富增長規律？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我哋會用創業家嘅思維教你點樣分辨邊啲係真正創造價值嘅生意，邊啲係純粹掠奪你血汗錢嘅陷阱。等你可以喺呢個爾虞我詐嘅商業世界入面真正企穩陣腳。而家講返一句，我做咗咁多年觀察，睇透晒呢行嘅真心話，賭場其實唔係驚你贏錢，佢哋真正驚嘅係你滋事。你可能覺得奇怪，贏錢先係威脅莊家嘅嘢，點解會話唔驚你贏？你要明白，一個賭場嘅莊家優勢係數學上必然嘅，長遠嚟講，時間拖得越耐，和機率一定會拉返去莊家嗰邊。你偶然贏一鋪、贏一晚，對佢哋嚟講係九牛一毛，佢哋唔會放喺眼內。佢哋真正驚嘅，你贏咗之後識得即刻走，知道幾時停手，唔貪心，帶住贏到嘅錢瀟灑轉身離開。因為一個識得知時嘅人，可以真正喺呢個系統入面全身而退嘅人。但問題喺多巴胺嘅衝擊底下，喺我今日成集同上集講嘅所有心理操控機制夾擊底下，絕大多數人係完全冇能力做到知時呢兩個字嘅。你贏咗含和，你會想贏多鋪；你輸咗，你會想追翻本。呢種心理陷阱令到知時變成一件講就容易做就難過登天嘅事。所以真正唯一贏莊家嘅方法其實好簡單，但同時又好難做到，就係唔好開始。你唔入場，你就永遠唔會輸。你唔踏入嗰道門，嗰條纜車，嗰啲芭蕉樹，嗰個倒扣嘅鑊蓋，天花嗰陣香薰，嗰啲籌碼，全部對你都冇任何效力。呢個世界冇一個必勝嘅賭博方法，只有一個必勝嘅法則，就係從一開始就唔俾自己有機會俾人收割臨唔同嘅傳奇，建立喺一片荒山野嶺之上，靠住風水佈局同精密嘅心理操控系統，建構出一個商業王國。但你要清楚睇明白呢個王國嘅根基係無數賭徒嘅血汗錢同破碎家庭砌成。真正偉大嘅商業神話唔應該係靠掠奪人哋嘅財富嚟成就自己，而係應該靠創造真正嘅價值，幫人解決問題，提升效率，創造雙贏。呢個先係我哋呢個時代應該追求嘅商業精神。將人性弱點當成提款機咁樣不斷抽水。下次你再行近賭場門口，見到嗰塊蝙蝠形狀嘅外牆裝飾，和聞到空氣入面若隱若現嘅曖昧香薰，
諗翻起嗰條足不沾地、令你氣場飄忽嘅纜車，我希望你可以喺嗰一刻感受到一種發自內心嘅寒意。呢種寒意唔係鬼神帶嚟嘅，唔係咩靈異事件，而係人類自己一手一腳設計出嚟，最極致、最精密、最冷血嘅收割陷阱。呢種寒意係應該要提醒你，喺呢個處處佈滿誘惑同陷阱嘅世界入面，保持清醒先係你最珍貴嘅資產。做個清醒嘅明白人贏，要贏得踏實，唔好貪心，見好就收，輸要輸得起年大，更加要識得幾時停手，唔好用僅餘嘅尊嚴同底線去換一鋪永遠翻唔到本嘅賭局。呢個世界唔缺乏機會，和缺乏嘅係識得分辨邊啲係機會，邊啲係陷阱嘅智慧。希望今日呢3集內容可以令你喺未來面對任何金光閃閃嘅誘惑之前，都可以多諗一步，睇穿背後嗰層精心設計嘅收割邏輯。